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真健康，家庭姊妹可国家庭真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家庭姊妹可国家庭真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家庭姊妹可国家庭真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家庭姊妹可国家庭真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家庭姊妹可国家庭，是可天天可快乐。
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天好。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天好。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天好。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天好。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天好。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是和定天和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天好。兄弟姊妹和家庭今快乐。兄弟姊妹和家庭
美好国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国家庭今天好，家庭姊妹和国家庭今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今天好，家庭家庭和睦家庭今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今天好，家庭姊妹和睦家庭今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今天好，家庭家庭和睦家庭今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庭是个天天和快乐，家庭姊妹和睦家。咱一般先来敬拜上帝。
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三甲吟诗学老上帝，圣诗194首，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拍开主圣旨，答我恬静地听互你。我心便便爱你之时，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圣诗194，咱起立三甲来吟。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吉拉多林内受苦，竟是第死埋葬对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和我，永远的大名。阿门。请坐。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53，启文53。1095页，启文53，咱三甲来起。我着带什么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拣的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火的油。
虾米是好？上主良天业之心，要实行公义、心存慈爱，向必家己的上帝做伙行。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大家平安顺遂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感谢主，你降落雨水，降阮土地，互我国菜色会当得到润泽。风台对边经过，无造成严重的损害。阮感谢主，但阮犹原为着南部水库的欠缺，继续恳求主你降落满足的雨水。亲爱的主，当世界为着阮台湾关心祈祷，阮知世界公道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普世妇女祈祷运动，邀请正人参加追求和平、甲公义的祈祷行动。每一年世界公道日国际委员会会选定一个大岛的国家，通过伫3月第1个礼拜5，全世界国家同齐参加为着因祈祷。感谢主，你在阮台湾2013年是上需要大岛的一年。乌克兰、苏联战争的惨烈，凸显台海日日升悬的危机。中国的武力恐吓，甲着日日的激烈。阮感谢主，即时有上百个国家焦点注视伫阮台湾，为阮迫切的祈祷。阮也感谢主，台湾一摆的撰写团体有3个特色：第一，这是跨教派妇女所组成的，有台湾基督教会、台湾信义会、台湾圣公会、天主教会等等12个教派甲机构。第二，成员是对20外岁到70外岁无同世代成员的观点。第三是有关自民客家汉族无同族群的观点。伫这段时间，无同族群的教派观点，大家当互相尊重，讨论达成共识，建立了美好的交易。就亲像使徒圣经、圣道相通的信仰告白，这是一个真水真好的代志。阮满心感谢主你。一时阮为着阮兄姐检验病毒、流感、身体欠安，求主你医治因、看顾因，互因会当平安舒适，早日恢复健康。也互阮即时恬静敬拜主你面前，领受主你换命的信息，互阮的敬拜会当真侪芳芳的祭，得到主你欢喜。感谢主你看顾阮，赐福阮，西互教会。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赞美咱请圣乐队。从今天起，与主同行，他的双手把我抱上，诚心祷告，虚心祈求。恳求主常与我同行，当靠近主，没有死亡。当靠近主，再不会惊慌。
有心情在，无论我流落在哪一方，与主同行，紧握他手，与主交谈，他明白我祈求他每天祷告，他也垂听我每句话。我把一切都交给他，我永远不再独行，当与主同咱感谢有用这书用伊水的诗歌，带咱来学到上帝，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咱来看，我来读。常常专有使徒的教示，撒甲交会八饼祈祷，众人拢行行，使徒搁行做祭司神业。信的人拢聚集伫一所在，所有的物公家用，搁袂有散家业，照逐人所欠用的分互因。日日当心专务伫殿内，也伫人家八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学到上帝也得到百姓欢喜因，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咱搁来看一位希伯来12章第1节到第3节。希伯来12章第1节到第3节。12章第1节，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多，亲像云为咱，就着放屁逐多的重担，甲快填满咱的罪，用吞忍来照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障。着自神看耶稣，就是最神的源头到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头前的快乐，是无要紧，仍要忍受十字架，打坐伫上帝做宝座的大屏，以吞忍歹人，亲像安尼迎入伊，恁着想伊免得恁的心志，恁的心失志来亚先。以上愿主的话，诚做咱的帮山。讲道今早起牧师所讲题目是《使徒圣经》第4，圣道上讲，咱先来听。黎明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6月第1主日，6月4號。咱每一遍伫6月4號，咱就知影，咱活伫台湾是偌哩啊幸福啦，因為有某一個國家伫遐袂當講6月4號，愛講5月幾號，5月35號，咱知影倒一個國家，所以咱活伫台灣
咱真正爱感谢上帝，但咱上时咱享受咱的民主自由，咱也爱关心着遐个活伫苦难中间的国家的百姓。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咱先做伙阿大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主你。你手赐阮一本圣经，记载了你的话，但是主啊，阮的智慧有限，有时阵阮所看，阮的眼界也是有限。但是主啊，恳求上帝你手赐圣神伫阮的中间，帮助阮，互阮会当读着圣经就听见你对阮讲话。当阮彼此分享圣经信息的时阵，你也透过阮的言语，互阮知影你的话伫阮生命中间的意义。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注目伫主你，互阮会当通过主你的话，互阮不管是讲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平平得到你的话的造就，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来亲自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兄弟，今仔日是咱第4遍。要来思考，就是阮伫礼拜中间，阮所念的使徒圣经，对咱每一个基督徒，对你甲对我，到底是有啥物意义？所以，咱就来看咱第4个主题。就是圣道的相通，圣道的相通。咱但先来思考，讲到圣神的相通，咱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甲团体，个人甲团体，与咱知影。咱即马的社会，即个世俗是真看重个人，你会当发现着，大家拢真崇拜迄款啥物上好就是你的名爱后壁加一个 CEO 就然后袂前尾就讲家己是啥物啥物的 CEO， 也是讲咱社会。非常看重、非常崇拜迄款靠家己努力、白手起家的稳拿后来我知影讲稳拿就是 winner 就是胜利者。遮个社会中间迄个真 top， 迄个大家拢真注目的即款，大家看做真牛的人，咱的社会看重的是即款。所以地教讲，你看，最近美国有一个美国的台湾人，伫 AI 科技非常的成功，伊转来台湾，你看新闻报道报真多，但是尤其看重的是啥物？白手起家的 winner。这是社会上快看重的，所以咧，即马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常常赖群主拢会传讲比尔盖茨安怎，比尔盖茨讲啥物话？为什么？因为比尔盖茨伊是读大学的时阵，伊读真好的大学，但是伊大学无读了，伊就虚学，伊就歹读啊！我家己来创业。拄好拄着迄当阵电脑时行，所以咧，
经过伊的努力，变成微软的创办人、大企业家。所以大家即马讲代志拢比尔盖茨安怎，比尔盖茨安怎，也是讲伊讲过啥物话，然后大家就来讲来励志。当然特斯拉嘛是一个例，台湾嘛真多。但是伫政治界嘛遮深色，有的人明明伊就毋是白手起家，但是伊嘛讲伊是白手起家。讲，这是靠伊家己的努力，毋是靠伊的家族。所以有人就讲伊是卖菜人啦，讲袂输家己真刻苦来起来的。但是好亲像佫毋是。但是即款注重个人的拍拼，诚做咱21世纪的社会所看重的。你毋是靠着你的家族，你也毋是靠着你真悬的学历，你也毋是靠着讲有啥物人赞助你，你是靠你家己。所以大家拢注重这个，注重个人的努力，诚做即马社会看一个人敢有伟大的一个标准。但是敢真正万事就是靠咱家己。这个角度，敢是真正万事拢靠家己？伫咱的信用生活内底，敢是靠家己？咱爱知影，伫信用生活中间，无任何一个基督徒的信用是靠家己努力拍拼就会当得到的。伫信用生活内底，无任何一个基督徒会当讲我是白手起家。无论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也是你是几若代的基督徒，无人会当讲，这拢是靠我家己的努力，拢是靠家己。伫信仰内底无白手起家，为什么？因为人的信仰，第一是靠着上帝来的恩赐，因为上帝的慈悲、疼痛甲恩德，所以咱会当认捌上帝，毋是咱熬，毋是讲因为你是白富美，你生啊较水，也是你是高帅富，你的即个社会的标准，你是成功者，所以上帝疼你。无，上帝疼世间人，上帝充满恩典疼痛，所以。咱本来是不配，但是伊犹原疼咱。人的信仰是对上帝来的恩赐。更较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信仰要成长，一定爱伫信仰团体的中间，是咱的信仰团体、咱的教会，也是你所参与的团体，也是你。甲其他的主内兄弟姊妹彼此互动的中间，咱的信仰慢慢塑造来成长的。所以，咱的信仰甲咱的信仰团体是袂当隔开的。咱的信仰生活甲团体的生活是袂当分开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圣经当咱告别天父、圣子耶稣、圣神，讲到圣神的功效，讲到圣神对咱信仰的重要性的时阵，一定要讲到团体，就是咱所讲的。圣徒的相通的意思。好，圣徒，讲到圣徒，咱讲基督圣徒，你会想到啥物？我毋知影即马伫都市的教会是安怎。有时阵你若去迄个
较山的较乡村的所在，也是讲山顶的部落，有时阵你路边会看到花拿迄个写即个基督圣徒，啥物？讲到过身的基督徒，拢会写基督圣徒，敢是安尼？圣徒是啥物意思？圣徒是啥物意思？圣经安怎甲咱讲？当然，圣经有几若位，尤其是新约讲到圣徒，有几若个所在有无共款的角度来讲。但是总共来讲，伫咱基督教会传统的中间，咱讲到圣徒，就是指所有军队耶稣，佮照耶稣基督教导来行的基督徒，就是圣徒。因为伫新约旧约内底，即个圣的意思是啥物？分别做圣，归服上帝。所以属伫上帝的就是圣，就是圣。所以圣徒就是归属上帝。军队圣囝耶稣，照耶稣基督的话来行的，遵照上帝的旨意，正做生活的准则目标来行的基督徒。这个圣徒佫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历史纵向的，就是早咱离开这个世界，今仔甲耶稣基督做伙，下才会信仰前辈。亲像讲咱西湖教会，咱对1985年以来，咱有侪伫咱为着教会的事工来拍拼，咱的信仰前辈，可能今仔已经无甲咱伫即个世界。咱讲因是咱的信仰前辈，因是圣徒。咱即仔所有的一切，教会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伫过去38年以来，一点一点奉献、付出、气力、甲金钱、甲因的精神所起造的。咱讲这就是圣徒相通，因对咱的一个真大的意义。圣徒相通会当讲就是历史纵向，也是讲咱讲到圣徒相通，咱就会讲到圣徒，亲像早期才会英国也是加拿大的宣教士将福音搁一遍带来台湾，咱讲因是圣徒。早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因所留落来的信仰遗产，到伫今仔日，互咱得到生命的治愈。但是圣徒也会当讲是一个横向的，横向是啥物意思？就是咱甲咱有团契生活的主内兄弟姊妹，亲像讲咱大家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所以讲到圣徒的相通，咱也会当讲咱兄弟姊妹彼此相甲做伙的团契生活，也是圣徒相通。当然，对伫咱教会的生活来讲，对于你我的信仰生活来讲，当咱读到使徒圣经所讲的圣徒的相通，咱佫较爱注意的就是即个横向的关系，横向的关系。这就讲到一个，好，讲到一个故事，耶稣啊，对细汉真无爱运动，虽然讲骹无算短，手无算短，嘛，即个身材嘛，中等身材，但是对细汉无爱运动。但是大学的时阵，毋知为虾米，煞真爱去大学的校园
去走迄、走长跑，每一工早起，起床去啊，真早就起床，然后去遐走，去遐走。因为迄当阵有同学，招我做伙去走啦，可能是感觉讲即个已经进入迄个需要交女朋友的时期啊，但是汉草若无好实在讲这无起音乐，所以差不多大学2年3年就开始早起就走去学校，去走长跑，走即个学校的操场去走几若年安尼，所以伫做兵的时阵即个5000公尺会当满百迄当阵满百是5000公尺爱22分以内都会当走满百安尼，当然即马就开始剩一支喙啦，敢会当讲尔，即马嘛无真正有迄运动啦，牵狗仔散步算做运动安尼，不过讲到即个长跑，人生就亲像马拉松赛跑。人生就是马拉松赛跑，为啥物马拉松赛跑？因为你若走100公尺，你忍一下就过啊。你表现好，你忍一个几秒钟，即个几十秒钟就差不多会当完成啊。但是马拉松长跑是啥物？你爱配速，你爱走真长，所以你爱配速。你有时阵爱走慢，有时阵走紧，有时阵人会超过你，但是你若即个佫有气力，你最后冲一个会当赢过迄个进前赢过你的人。所以马拉松长跑佫一个特点，无到最后你毋知影你是成功还是失败，这叫人生如同马拉松。伫圣经内底也是安尼，圣经内底尤其新约的内底，对伫人的一生。对伫人的生活，也常常将人生看做是亲像是马拉松比赛，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有用侪，若用希腊文来读，就会读会到，就是讲到。人的一生就是亲像走马拉松，亲像12章第1节讲到啥物？讲到12章第1节，就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侪，亲像阮为咱，就要放下白好的放假，甲快填满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其实这是去用迄款的描写，亲像比赛的中间走头前的路站。今仔日你比赛是100公尺，头前有一个目标，一个终点。你今仔日走3000公尺、5000公尺，拢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终点，你就是走迄就对啊。然后第2节也讲到啥物？第2节讲到，就自身看耶稣就是最神的源头甲正尾的源头甲正尾，这是啥物意思？伫希腊原文内底，源头就是起点的意思啦。你要比赛，你要走的时阵，你有一个开始的所在，开始到终点。开始终点的观念，这也是用着希腊文内底去描写即个马拉松比赛，也是即个比赛，即个田径比赛内底的用词。过来讲着啥物？这更较深刻。12章第3节，希伯来书12章第3节，
伊吞忍歹人，亲像安尼行业伊行业，这真好耍。咱讲定壮，咱若看运动比赛的影片内底，有时阵大家走做伙，然后咧有诶较无品的运动员会安怎？哦，这叫做行业啊，行业。甲你安尼弄一个，要望你紧跋倒，哦，迄叫做行业。这拢是讲到比赛、运动比赛中间的用词。所以，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迄教咱讲的就是，咱爱亲像马拉松的即个选手共款，爱坚持到底。但是坚持到底，是因为运动选手注意到的，伊注意到的就是终点。今仔日我要走5000公尺，我知影我的终点伫5000公尺，所以我要安怎来知影走到5000公尺？你着爱配速度，你着爱安怎走？即当阵爱走较慢的，即当阵爱保持伫即个走较紧的即群人中间，因为你若伤后壁，你会放弃。但是你若一开始就冲，可能你的气力无够。专注意到你的终点，注神伫你的终点。亲像咱基督徒，咱注目看耶稣，咱思考的是耶稣的教示，所以你就知影讲你爱安怎走，啥物时阵紧，啥物时阵慢，啥物时阵输别人袂要紧，但是啥物时阵你知影，你若要得到名，你就爱走较紧的。这就是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所甲咱讲。咱基督徒就亲像迄走马拉松共款，咱袂当讲亲像散步共款。当你知影终点是5000公尺以外，然后咧，你看到路边有啥物好看的物件、好耍的物件，你就足倒马地，我去耍一个，我搁来走。这就变做迄个龟兔赛跑迄只兔仔共款，对无？安尼我去困一下袂要紧啦，反正我即马走上紧啦，我第1名啦，我去困一下，我让人3分钟，我嘛是共款赢。结果，迄只龟煞走赢。共款的，咱伫信仰生活内底，无人较厚。今仔日你可能是第4代的基督徒。可能你对细汉读主日学，你圣经背啊较熟，但是咱就亲像迄走马拉松共款，咱爱专心伫咱的终点，即个终点就是耶稣基督所应允咱的，靠着圣神的帮助甲带领，照着耶稣基督所教导咱的教示，咱会得到即个新的生命，咱会亲像伊来活出即个新的生命。所以，咱每一天就亲像迄走马拉松共款。这是即个希腊，希腊所学出来的考古。即个即个花干仔也是即个水房顶面在画的就是以前的运动选手迄走的情形。例如像这，但是咱今仔日，咱讲咱的生命，咱的一生就亲像迄走马拉松，但是你若真正有长跑的习惯，你就知影，家己一个人走，足孤单，足无聊，你走袂久啦。我敢讲你走袂久。当然有个人会挂迄个耳机，听一寡音乐，也是听广播节目，较袂遐无伴。但是你若真正一个人走迄是真无聊。要跑步爱安怎？爱招朋友啦，招同学啦。招同好做伙来行，然后走马拉松，搁较重要的
就是你若边仔有人甲你加油，哇，迄真好走。所以拄则讲着，人生亲像马拉松的比赛，咱真做基督徒，就是咱将人生的目标甲重心放伫耶稣基督。但是伫走马拉松的过程中间，有人陪伴你，有人鼓励你，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亲像伫马拉松比赛的中间，若四周围有人甲你加油，这是真正会当激励即个运动选手继续坚持落去，会真重要的气力。伫信仰的内面，咱若有共同目标的主内兄弟姊妹，彼此带导，互相鼓励，以及分享信仰的体验，这就是支持咱会当走向迄个生命得到完全的目标的重要的一个过程。有主内兄弟姊妹彼此带导，互相鼓励，甲互相分享信仰的历程，这是非常重要。咱信仰生活中间的鼓励，所以讲到马拉松比赛内底的鼓励，咱知影即摆台湾时行啥物？即个马拉松比赛边啊，搁爱有补给站，了这真惨的，这嘉义这是中华，中华有一个所在，溪州啊，溪湖我袂记记啦，可能溪州，遐迄个马拉松比赛，啥物300只烤鸡大放送，搁有即个乌糖糕，水饺19百，当然这拢是一款鼓励啦。我想这可能这就是讲到鼓励的重要性。但是若做安尼我毋知影安怎走咧。你若食烤鸡，搁爱走马拉松，但是这就知影讲马拉松比赛的中间，边仔的人对你的鼓励是偌尼啊重要。落兄弟，使徒行传，咱拄所读的第2段，使徒行传2章42到47节，是描写着啥物？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初代教会基督徒的性命。即款的改变上重要、上明显是啥物？就是当人接受福音信息了后，第一个改变的，就是成做信仰团体的一部分，成做信仰团体的一部分。你有意爱要甲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做伙，你有意爱。我家己一个人读圣经有真济无了解的所在，我意爱讲安尼大家做伙读，我有问题会当来问其他的主内兄弟姊妹，到底伊读到的是啥物？为什么我读无？伊有伊的体验，然后对伫伊的体验，我来思考。那我伫我的心上，我要安怎来了解即节的圣经，了解即句圣经的话？所以，当一个人接受福音了后，成做基督徒，第一个改变的就是变成信仰团体的一份子。然后，伫信仰团体的生活中间，就是做伙学习上帝的话，做伙来敬拜上帝，参与兄弟姊妹大家做伙的聚会，以及互相带导，做伙祈祷。阁有具体的行动，就是分享的行动，亲像初代教会照顾信仰团体每一个人的需要，这是款自发性的。所以有时阵咱讲到教会的关怀，这上是一个自发性的。
你若大家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大家做伙，你自然就会关心到咱中间的一个集体的需要，迄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即马教会界有的人真注重，就是有用啥物套的系统，因就爱用一套系统，然后咧来使用。想讲安尼教会就一定成长，所以即个足侪直销的方法，会互一寡基督徒使用伫教会的福音的事工中间。但是咱就爱小心啊！直销是为着啥物？为着趁钱，所以伊有伊的目的性，所以伊用的迄套方法。基本上就是愈紧会当扩大你的消费族群，然后咧，迄套就是互你即个产品会当用简单的方法，就互大家会当认同伊有即个价值。就算讲伊本来无迄个价值，但是透过我安怎讲，透过我安怎来呈现即个产品。互大家感觉讲好啦，真俗啦，买落，但结果你去查网络，哎呀，我开一太侪钱买即个产品啦，真实在讲真无彩，这叫做直销的系统，直销的手段。所以咱爱细意，当然有真好，咱会当学习的是讲因怎样有迄个勇气，通甲无熟悉的人来分享，但是咱也爱思考动机是啥物，然后动力对倒位来？动机是啥物？咱今仔日毋是做业绩，第二，咱的动力对倒位来？因是想要趁钱，迄是一款动力。咱毋是，咱的动力就是。我的生命得到改变，我感觉认捌上帝，我感觉有主甲我伫地是遮尔美好，我不得不要分享，我不得不看到我身躯边还未认捌主耶稣基督的人，生活中间有遮尔多的欠缺，所以我知影讲，我甲伊分享，我会当帮助伊。我知影，伊若甲我做伙，伊也会当享受到我所享受到的上帝的慈悲疼痛，这就是动力。所以就像这，但是咱会来倒变来思考，就是讲有时阵咱成做一个团体。但是久了后，煞变做封闭性。有时阵你熟我，我熟你，大家拢真熟，然后会感觉讲安尼，阮即马足欢喜，大家做伙真好。就莫去招新朋友啦，新朋友来，大家重新熟悉。新朋友来，伊真有可能甲阮无共款。毋是，咱成做基督徒了后，实际上。咱也是活伫即个社会中间，咱也有真多的社会责任。但是咱诚做上帝一家的一份子，咱有即个新的身份，上帝一家的一份子。但是咱也知影，上帝创造天地，遐个还未认捌上帝。的非基督徒，因也是有上帝用上帝的形象来做、来创造的，因也是上帝所疼的世间人的其中一位。所以上帝疼世间人到安尼，上帝疼世间人到安尼，就算一个还未认捌上帝的非基督徒，甚至伊是。真讨厌听到基督教的教导，因真讨厌听到咱
来分享上帝的话，甚至伊真讨厌咱，竟然礼拜搁爱去教会。但是，即个人犹原是上帝所疼的，因为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疼世间人。所以，伫信仰团体内面，咱透过兄弟姊妹大家做伙，通过即款的圣道相通，是要有备咱来善用上帝授予咱的恩赐，上帝所授予咱的才能，来服务咱四周围的人，咱也会当贡献伫即个社会中间。所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强调，就是教会成做正人愿望的记号，愿望的记号，就是讲，当有一天伊失去愿望的时阵，咱爱做的，是互因透过咱所讲所做，会当互因有一个愿望伫。弟兄兄弟，教会毋是只有关起，将门关起来，伫遐读经敬拜、聚会祈祷，就不管世界的代志。咱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是为着互咱家己向上帝搁较会当拍开咱家己，互上帝来将咱的性命来改变。圣神也通过基督徒伫基督内面来合做一体，成做一个身躯，做做机体，互教会对外会当互搁较侪人的性命通得到更新。所以这就非常重要的。咱袂当因为家己成做基督徒，咱就骄傲。因为爱知影，教会外的遮个基督徒，也是平平上帝所疼。咱只是咱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咱通成做基督徒。咱无较高，咱是因为上帝的疼遮尔啊大。这就是为什么？伫咱所读到今仔日使徒行传2章47节有讲到，上主日日将得救的人数加互因。为什么？当初代教会遮个基督徒领受福音了后，因大家活出上帝的家的款式。所以咧，因为有基督的香味，大家就来就群，大家就来参与。这就是为什么叶牧师伫就任的时阵，就一直咧强调来看，这是甲正人讲来看，这是上基础的一款传福音的方法。讲到宣教策略。耶稣教咱的就是来看，来看。圣神通过伫基督内面来合一的上帝百姓，也就是通过教会所通成就的，实际上是大大超过咱个人个别的基督徒，咱家己单打独斗所会当做的搁较侪。所以，咱教会事工，毋是干那靠牧师，咱教会事工也毋是干那靠咱的中职。你嘛莫想讲我个人种努力，安尼就会有成果，是爱咱做伙活出基督徒的款式，咱做伙。营造咱的教会，互咱有基督的香味，
互别人一入来就闻着芳，伊就留落来。咱讲一世成主顾，就是即个意思。所以就明下这，咱基督徒拢是得到赦免的罪人。咱是得到赦免，但是无代表咱较高。其实咱犹原是有罪之心，咱犹原有一寡缺点，但是咱已经得到上帝的赦免，上帝接纳咱来入伊的家。所以伫教会的生活中间，无错，咱难免会面对着人的缺点，面对着人的罪性，但是上帝照着伊的旨意来呼召咱，透过圣道的相通，上帝互咱会当持续来成长，互咱的信心哪来哪坚定，互咱搁较有信仰实践的勇气。圣神也通过咱的圣道相通，要互咱来成做福音讲团的一部分，透过咱所讲所行，透过咱生活中间的实践，互福音会当得到宣扬，也会当互搁较侪人的性命，因为安尼来得到改变。所以愿咱持续伫上帝的话的中间，咱信仰哪来哪进步，咱的信心也哪来哪坚强，咱也当透过咱大家团契的生活，互咱会当成做一间有基督香味的教会。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知影，阮的一生亲像马拉松的比赛，阮对伫起头认目注意了后，阮就注心伫你的心上，阮向你所指示阮的方向甲目标来跑走。主啊，但是阮常常是软正的，有时阵阮看到即个路程的路边有一寡阮暂时看做意外的物件，有时阵阮软弱，互阮个人的需要所影响着，直到阮暂时行歪错。但是主啊，感谢主你的圣神，常常提醒阮你的话，互阮会当搁一遍重新思考阮人生的目标伫倒位。主啊，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保守阮。当阮行毋对的时阵，求主你的圣神催逼阮的兄弟姊妹来提醒阮，来恳求上帝你会当互阮意爱伫团契的生活，互阮愿意甲兄弟姊妹做伙来追求对主你来信仰的智慧，甲信仰实践的行动力。主啊，愿家己一个人行，愿气力无够，愿常常也欠缺勇气。但是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伫主你的内面，成做一体。愿彼此扶持，彼此照顾，彼此鼓励，互阮会当做伙跑走你所指示阮的路程。主啊，阮将阮的性命交托互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牧师通过上帝的话，互咱真好的勉励。即是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三甲来吟圣诗560首，圣诗560首，诗阮上帝，荣光上帝，赐能力，互正行瑞，完成历代圣会事工，哪毋顶规花蕊水，赐对阮智慧，赐阮勇气，面对挑战趁一时。面对挑战，趁一时，圣诗560首，咱起立三甲来吟。Amen.
主播，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请兄弟姊妹伫咱招待到遐来摕咱下一季7月到9月教会的事工分配表。第二，这次中会妇女事工部东小区要伫6月初6拜2下晡点半到3点半，要伫内湖长老教会举行2023年第3摆的聚会，主题是讲话艺术甲儿童冲突，主讲是苏燕辉牧师。第三，有探访需要，或者是愿意采访咱的厝来举行家庭礼拜的教会兄弟姊妹，请咱来甲牧师讲，或者是在咱长会总集以便来安排。第四，鼓励教会兄弟姊妹出席教会礼拜5暗时的早间祈祷会，目前早课是妇育的创世纪。第五，后礼拜6月11主日礼拜题目是使徒圣经第5个活甲应性，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49节。信息甲经文咱一来看。咱来看聚会活动，咱的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献歌队列就是早起8点45。咱每礼拜5暗时7点半早间祈祷会。咱顶礼拜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留毋着毋难过节来见证。献讲的事项，今仔日的招待是素琴节甲平农乡，插花是秋梅之事，清扫是秋梅之事。讲道后礼拜是叶牧师，书会是明义长老，书琴是圣文老师，领袖余信箱，书言是玉洁姐甲济南执事。招待是下课节甲所长老，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下课节。咱来看咱即礼拜的进步。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已经有做干净的到真多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步的重担，甲快快地看咱的罪，用吞忍来照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咱三间来读。已经有做干净的到真多亲像云为咱。就放下逐步的重担，甲快快地看咱的罪，用吞忍来照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已经有做干净到真多亲像云为咱，就放下逐步的重担，甲快快地看咱的罪，用吞忍来照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本那在中间投入主成。希伯来书12章1节。好，咱一时游玩这地，大概用拱手来互相请安，来。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哇！昨我甲阮妹燕两个困伫客厅，用迄个充气床，想讲较凉安尼。结果两个踮咧练来练去安尼，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安尼。今仔日今仔日嘛安尼，真正是可能是血压很高。梅燕，你看今天有没有来？本来想说要量一集，周6哈，今仔目睭咱回归看看，大家拢回归安尼。即只今仔日牧师讲的题目，人生敢若是马拉松。我伫顶礼拜已经领到这一张了。毋知有啥物人有领着无？啊？无领着，无领着举手看有10个无？第一概念吼，我毋知要安怎用啦吼，
哪样也得老感觉。你怎么样用？我想说，这个480块是啊，那我自己是不是可以投钱啊，什么之类的？可以出资。出资安尼啊，无说讲人生，我想恁在座无一个人会当跟我比，能够在一个机关能够从小到大服务将近50年，才是真正的过程，49年。所以讲，迄阵咧办那个劳保局有说，先生，你在一个单位这么久，那个学校会给你一笔退休金，200多万。我说这我也没有想到了哈。然后我就看到咱普通退休的一寡周遭的朋友拢是领2万几安尼。迄阵我也有相当担心，因为我都爱负担妈妈的一寡生活费。那2万几块对我来讲，哇，安尼存1万的安尼，我嘛结果他去办的时候，劳保就讲你这个年资够，然后你又保对啊，你可以领到10万多块，那我就等嘛。所以我这样回想过来，我一生对岁啊，那时候15岁就到了台北了，还真系需要家庭，爸爸嘛是去用斗去对啦去用恶。所以说，我这样对商人呢，就是有很不好的印象这是我个人深入。我们爸爸就高野了，就被恶意的倒闭这样子，他是他们的好朋友，那没办法，那举家举家就搬到台北来，住在三重。那个三重，现在回去看，当初我们租的房子，就那一间房子，会当徛4户，可以住4户。我现在去看，我随便的啦我是在讲说，第二阵需要一个所谓的基本收入来维持这个家庭。那阵那最近爸爸妈妈那讲，都安那讲，就安排在学校当工友这样子，然后领一笔固定的薪水，最起码维持家计的生活。然后就这样子又当兵回来就结婚就为了小孩子又需要一个有人就那时候就开始鼓励说，你要出去啊，你要去哪里啊？这么年轻不应该做这个工作啊，怎么的？那时候就在过去就点，那怎么样？我们的口才又不像江长老那么厉害，又没有像卢长老这么有专业很多，然后苏长老有气势，明玉长老太多了，各位都是我的敬佩所以按照7站安尼。到了60岁要退休的时候，又延长5年，又延长5年，要多领来那，到现在就是戒领了。我咧想讲，住以外的亲像我到每个阶段都帮我安排。当我的心情不会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你知道我是就内向的。绝对不是恁这样所看我安尼。你不要笑。迄阵我看到人是安尼。那学校办什么活动，我拢闭伫上后边，闭伫树骹，闭伫壁角安尼。那时候的环境又不一样。那时候的环境真的是，你地位也无洗好人家要骂你就要骂你，人家要怎么讲你就怎么讲你。那阵不是像现在，年纪大了，现在变成大家都在尊重我，小梁大哥啊，不管是校长、主任，现在大家都很尊，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在一个单位待久了，有这个好处了。我这边讲种，上帝安尼安排我会当伫教会事奉来插会，就接触到这个插会，再进一步，然后慢慢，然后又有花式，这个我以前都讲过，然后就这样子来，然后又加入我的4号石头、木头这些枯木这边漂流木，然后做成盆栽，好像有人喜欢。因带到今仔，过了一阵子了，今仔这边过来了，就开始有人学校就安排我去上课，就在每个阶段就好呢无看病，然后小孩子虽然是不是很好，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很安定，我也感谢我们主，我这个人生马拉松这个赛跑，真的是很感谢主用这个给咱牧师看这。我的内心也是蛮感动的。
感谢主安尼，互我安排安尼一帆风顺哈，也没有遇到说很大的困扰这样子。我感谢主，搁一摆感谢主，感谢大家的照顾。好，所以说我已经有这个敬老卡了，所以说年轻人你们就要准备了，我们就要退休了。现刚属红都按瓦令啊，于信啊，还有谁？你看，好，这时咱三个来因刷要变的信息420首，信息420首。恳求主你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教我大搁保护，教示我言行谦虚四正，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找因带失迷人。这是我人生必切愿望。献诗420首，但起立三个来。咱就伫圣神的引带下面，透过团契的生活，互相鼓励，互相帮赞，互相照顾，成做一个有上帝的话实践的教会，互咱会当伫生活中间会当有基督的香味。通互正人来到咱的身边，也会当感受到，也会当领受到对上帝来的慈悲、疼痛甲恩典。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